来看高雄目前有14只的搜救犬，其中有8只呢摕到国际搜救犬的高级认证，数量是全国上济。这个月，这消防局安排6组人员加搜救犬去参加科技认证，最后是全部通过。有4只通过中级，2只初级，或者搜救犬队战力大大提升。进前，上。 搜救犬两蕊目睭水，看到怪手势、耳仔听口令，确实执行动作。包括二销的在内，高雄市即摆有14只搜救犬，其中有8只摕到国际高级认证，是全国第一。因为搜救犬一般服务年限是到8岁就要退休。消防局为着要延续搜救犬的勤务，这个月派出6位教官带狗仔去参加认证考试，全数通过。那2只备份的狗仔嘛摕到认证，其中有1只佫小煞通过初级甲中级两关。17到21所举办的 ILO 考试，咱通过1口气通过4只中级的，2只初级的，这个也是史无前例啦。这个如果没有323，也不能323。House。去年花莲大地震，高雄就捌派出搜救犬去斗找人，找到3名罹难者的遗体。这件代志连日本人拢真佩服。其实，不管是搜救犬的训练，也是要做带狗仔教官，拢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尤其是人甲狗仔感情培养，更加需要开真侪时间甲精神。开始磨合的时候，他就是不太听我的话，他就是比较算是做自己的一只狗狗。那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配合，包括就是之后。 我决定要把他带回家照顾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我跟他之间的感情的增进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小队长讲，常常有人会质疑，为什么不爱用龙洞犬来训练？这是因为一只搜救犬要训练到会晓救人，摕到高级的认证，爱开真侪时间，必须爱选择个性稳定、较好训练的狗种，用上短时间摕到认证，才会当有更较长的时间来服务救人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勇、高雄采访报道。